通常咧，膝頭哥關節咧，一般換咗咧係第5年先至會出現一個退化或者一個唔適應嘅過程啊。你過咗，你未到5年咧，其實係唔使驚嘅。好，俾我睇埋兩個膝頭哥，係啊，兩隻腳拍埋一齊，係啦。好，第一件事啦，變形咧就梗噶啦，因為咧唔同係啦，肯定係做咗手術之後咧就會有一個變形嘅狀態嘅。第二咧，你嘅術後咧，女士啊，如果佢術後1年到2年之間咧，就因為佢手術之後嘅調理不足，引起嘅肌力開始下降，飲食啊吸收影響咗，呢個都有關㗎。因為呢個膝頭哥咧俾你嘅時候咧，佢換俾你咧係因為當時身體狀態良好，你嗰陣時換係89歲啊嘛。如果冇錯嘅話，有嘅，係啦，因為我自己換㗎嘛。哦，喺法國醫院，法國醫院同你換嘅，得15萬換，15萬換啊 ，OK， 正喎。幾年嘅？呢個可以用10幾年㗎，呢個最少可以用15年，係啦，15年嘅呢個，我同你 check 啊，好。得嗱，睇埋呢度。膝關節咧，如果佢換咗個膝頭哥咧，佢嗰個炎症咧，因為佢始終佢有排斥㗎，佢排斥。同時咧，我依家即係朝頭早去飲茶啦，一到4點，係即係下晝即係一間4點啊，至6點鐘咧，就不停要去廁所。哦，成日急尿，2個鐘頭就即係急尿。OK， 嗱，你飲茶嗰度咧，你只能夠我要同你控制嗰個茶量。唔可以搏命咁飲，唔可以飲得太多，係啦，飲得太多咧，你個尿咧好難屙晒，屙唔出嘅，屙唔切嘅，我就規定你就8杯茶嘅啫，朝頭早。佢飲得多得滯啊！即係叫我唔好飲咁多茶。太多茶水咧，反而個腎就會虛，腎虛之後咧，個膝頭哥就會冇力，冇力啲茶係散嘅。飲咩茶咧？好力。都係會散，飲得多就會散，6到8杯啱啱好，唔能夠超過8杯。總之茶樓嘅杯唔能夠超過8杯。你嗰個腳咧就做咗手術，做咗手術後嘅腳咧有一條疤痕，咁而家呢個位咧有發炎啊，咁我要同你消咗炎先得。第二咧，你唔能夠行咁多路啊，你行得多路唔掂㗎喎。有冇感覺啊？多定係少啊？多啦呢度。嗱，呢度塞咗喎。係啊，多咗啦呢條筋硬晒牌啊！痛忍唔忍到？嗱，你入邊咧佢裝咗個機器喺度啊，係啦，咁所以咧就同平常人係唔同噶，你呢個係冇咁好醫噶。頂唔頂順啊而家？